心！金城，大师兄小心！大人，小的们不是担心您和夫人的安全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备轿。是。抓起来！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要本官的性命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夫人现在何处？如果老实交代的话，本官或许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；如若不然，哈哈哈！弓箭手，慢着！老爷，快放了我夫人！若我夫人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了你们全部人的命！孙福。想不到你一个贪生怕死、卖主求荣的人，对你自己的女人，倒还算有点情义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孙福，李嗣兴将军到底身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没想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余孽还在兴风作浪。李嗣兴将军到底在哪儿？就你们几个毛头小子，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让你的弓箭手退下，放了我的朋友，我就放了你的夫人。2换2，除了我夫人，还有我那替身一并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。走。弓箭手，言而无信，卑鄙！那些遗老遗臣们没有教过你们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君子了，只有成者亡，败者寇。给我放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小心！剑上喂了毒，必须马上把它吸出来，否则会危及性命。忍着点。不，大师兄，万一你唇舌间有伤口，也会中毒的。你是大明的太子，身份尊贵，不能让你为我冒险，还是让他们去找解药吧。别说了。大师兄小心！
晚起。好，快快快，见过大人。知府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是妈妈说的，说您是知府大人，让我好好伺候您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果然是个厨啊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好伺候啊。不错。知府大人，那个妈妈跟我说啊，您今天遇到刺客了，让我给您倒几杯酒压压惊。好，谁呀？这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行刺您啊？就几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为惧。哦，那抓住了吗？可惜啊，让他们跑掉了。哎，不提那些事儿了。今天晚上，你可得好好的陪我找找乐子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情的喝酒。好。不过这酒怎么跟我往常喝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压惊准备的酒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香，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。哎，大人，咱俩玩骰子吧。好，来，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您输了，大人，您输了。来，满上。您输啊，这杯酒您得全喝了。好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。再来。来呀，玩呀！输了的话呢，你还得再喝一杯。这每次为什么都是我输啊？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。来，大人喝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哎，再喝点吧。休息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跟我玩骰子，从小到大明珠谷就没人玩得过我，跟我玩，哼。天哪，这人跟个死猪似的，怎么抬啊？不行，外面都是他的侍卫兵，怎么办？有了！袁州城大大小小的饭店、酒楼、客栈都找遍了，易欢到底去哪儿了？一开始我还怪他没有在河边接应我们，现在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。哎，你们看，是易欢的暗号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说她在春风院，可这春风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春风院听着像是妓院的名字，可是欢妹怎么会在妓院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小师妹说她在妓院里捉到了孙福，让咱们赶紧去接应。朱哥哥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慢点啊，樊姐姐。这个人就是孙福。不过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灌得不省人事了。果然是他，这个老狐狸。欢妹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哎呦，我这是迫不得已嘛。朱哥哥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若不是你擅自行动，划走了接应的船，
我们怎么会落入孙福的包围圈？倾城为了救我，还受了重伤。徐姐姐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已经服下解药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只需要运功几个时辰，就能排出余毒。事情败露以后，孙福下令全城搜捕我们，我们不能回原来的客栈。还好叶师弟计划周密，事先准备了一处民居，让我们暂时有了安身避祸之处。倾城也有地方可以养伤。大师兄，其实这次任务行动失败，也不能全怪小师妹没在指定的地点接应我们，主要还是这个老东西太老奸巨猾了，而且咱们过于轻敌了，对吧？算了，你能抓到孙福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只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孙福的人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把孙福给运出去。我知道，老办法。龙少爷，酒楼就要打烊了，我看您等的朋友不会再来了吧？不如我们先回府吧，要不太夫人知道了，又要怪罪奴才了。别闹了，办正事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不管你叫猪哥哥了，应该叫你猪小妹？别闹了，猪小妹，走了。